家計會自80年代起，每5年會進行一次青少年與性研究。最近2021年嘅一次就訪問咗8000幾位中學生，係歷嚟最大規模。研究發現，受訪嘅3000幾位中1至中2學生當中，有1%，即係大約30人已經有性交經驗。受訪嘅接近5000位中3至中6學生，有4%嘅女生同6%嘅男生話曾經有性交經驗。而有性交經驗嘅中3至中6學生當中，第一次性交嘅平均年齡就喺14至15歲，低過16歲嘅合法性交年齡。家計會認為初中生有性經驗嘅情況值得關注。